太师留步，太师，请留步。王司徒有什么事吗？太师，若能移步到僻静处说话。那好吧。王允参见太师。王司徒为何如此大礼啊？快请，起来！王允无能，至今仍在朝廷忝居高位，全靠太师照拂。就是一些琐事，太师也时时关心。前几日我身体有恙，太师派人询问，真是感激不尽呐。这几天我命下人制备一些珍馐美味，想请太师品尝，略表感激之情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只是老夫最近以来脾胃有些不调，即使龙肝凤胆摆在眼前，老夫也无福享受啊！府中有几个美艳的歌妓，编唱了几支小曲，也还别致可听。不知太师能否大驾光临？王司徒，按理说你的盛情，老夫不能推脱。只是老夫最近在宫里被那些嫔妃，累得老夫是腰酸背痛，或有几分有心无力呀。这样吧，有机会再说。我府里还有几件稀有的玉石银器。你府里的东西，老夫实在提不起兴致啊。那太师对什么有兴致？王允一定帮太师寻到。王司徒，你的忠心老夫知道了，只是老夫要找的这2样东西，你是找不到了。好了，我要回府了。恭送太师。他知道我小时候练习持剑刺杀的时候被马蜂蛰过，而且又肯救我，必定是我小时候的玩伴。我已经猜出他是谁了。你能猜到最好。他再三叮嘱不让我告诉你他是谁。说真的，他到底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不说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我也不便提。今天谢谢你出手相助，我屡次逼你，你应痛恨我，希望我被杀掉才是。第一，我受他之托；第二，各为其主，有些事你不得不做；第三，我觉得你并非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，但我还想告诉你，为国贼赌浊卖命，可惜了你一身的本领。有些事不宜细说。总之，一切往后看吧。每个人都如同一颗石子，能力有限，不能左右历史。但如果出现在合适的位置，就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作用。我只愿做那粒堵住了蚁穴的石子。天下之兴亡，要有多少先人抛洒热血而铸就？高祖起兵时，若无项羽在巨鹿苦战数10万秦军主力，高祖何以能轻易兵进关中，夺得玉玺？光武皇帝起兵时，若无陆林、赤眉把王莽灭掉，光武帝又如何能够轻易平定天下？如果我们人人都不愿意给他人做嫁衣，又何来英雄的霸业？看来咱们2个的志向还是有所不同啊。无论如何，我很钦佩你的智慧、胆量和人品。至于你的武功嘛，武功暂时还不在我钦佩之列，所以你可要抓紧，牢牢把倚天剑、青钢剑看好。某天我们再相遇，我会毫不客气地夺过来。好，那我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再与你较量一番。鉴于你今天救我，来日战场上我再饶你一次。
那我也再大度一次，到时候我也再饶你一次。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君子之约，永不反悔。撤！他们来找你会合，上路吧。告辞。高将军，高将军，走吧。赵子龙，青钢剑、倚天剑，你确实找不到。温侯，司徒大人，两柄护国神剑没有放在宗庙之中。此事乃是机密，按理说不应声张。司徒大人不是外人，那我就悄悄地说，大人切莫外传。好。既然这个高泽是你小时候的玩伴，倩倩又何妨？干嘛避而不见啊？我跟他就差一点感觉，而这一点或许是穷极一生都难以达到的。我跟他是发小，所以救他、关心他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但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愫，始终不曾有。我现在不想别的，只希望他回到洛阳之后，能够不被董卓严惩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你这么久不回家，爹娘不想你吗？我娘她早就过世了，我爹呢，他是肯定会想我的，我也想他。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既然你想他，他也想你，就算你有什么事把老人家惹得不开心了，但过了这么久，事情已经淡了，又有什么理由回不去呢？你别乱猜了好不好？谁说我惹我爹不开心了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，不然他们等急了。我们走吧。最该急坏的是晴儿妹妹，她对你的关心可是无微不至。是啊，我们一块长大，她比我还小几个月呢，可她时刻在我身边，就跟姐姐一样，不是管我这儿，就是管我那儿。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她是个好姑娘，也会是个好妻子的。好妻子？不要瞎说，什么好妻子？我跟严城还有柳琴，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好朋友，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。哎，就一匹马，怎么走啊？那还用问？我骑，你跟着在地上跑呗。哦，这样啊。那好吧。难道还有更合适的法子？不然，咱俩一块骑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，谁要和你共骑一匹马？我也没有办法。你那个高泽小伙伴把我的马骑走了，所以我没有马了。那好吧，看在你帮我的份上，上来吧。真是个标准的生意人，亏本的买卖你从来不干。哎，该不会有什么附加条件吧？废话少说，再啰嗦，本小姐可走了，还不快上来？好。
放下问自己呢，还有什么？唱。唱。唱。远远的守候，渴望着温柔你的陪伴，金戈铁马中那一点心安，不害怕濒临城下的危险，不害怕离别的纷扰，要让我的笑之下，陪伴都能就在白头。也藏在心中，默默的背诵，是不是就能够得到保佑？让世界会发生多少的爱和情愁？谁人能够会随着？董卓现在疑心很重，除了吕布，他谁也不相信。我使出了各种理由，他都不肯到咱们家来。现在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倚天剑、青钢剑，但又偏偏远在常山郡。那可如何是好？义父现在也无计可施了，只好静观其变。义父，我知道府里有一个伙计，赡养信鸽。爹，你试一下这个坎肩吧。哦，这坎肩颜色艳了点，爹穿这个肯定不妥，要不送给柳慎吧？他？算了吧，他那么瘦，怎么能撑得起这个坎肩呢？哦，那送给你谢四叔，他长得不干瘦，肯定撑得起。哎呀，爹，你就不要瞎操心了。难道这坎肩是专门为一个人缝制的？难道是子龙？爹，你就不要取笑女儿了。师叔，师叔，哎，子龙呢？没回来啊？还没回来呢。今天有人看见啊，他在县城的神仙汤寓所帮一个女的跟好几个将军打架，不知道他跑哪儿去。帮一个女的？对啊，好几个人都看到了。哎，那子龙会不会有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子龙聪慧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子龙回来了。那个，这个是你家，还是你去吧？你去吧。啊，怀中兄弟来了。李校尉，是我。你不是那个豆腐房的掌柜吗？是，我跟怀中兄弟到山坡上议些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柳慎，跟我来。叫你呢。哎，师叔。坐吧。
主公，袁绍、公孙瓒又派人来催，让您赶紧有个决断。耿纯、番禺都不在身边，让我如何决断？可是，主公，没有时间了呀。待我修书袁绍、公孙瓒2万担军粮，10日之后给他们筹集好，以表我反董之意。诺。要不我先把你送回住处，你先歇一会，我得去一趟师叔家，跟他道一声平安。我也要去你师叔家里，也见一见柳慎跟你天天提到的飞燕姑娘。好吧，那就见一见。这。哎，这个周怀忠啊，以前在御林军应过职。我爹和我师伯带着2柄剑逃出宫后，随后他也跟着来到长山了，就住在附近。哦，当然了，后来又有10几个人都来到了长山，他们都隐居在各处，时时刻刻关注着朝廷的动向，偶尔啊会跟我爹商议事情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怪不得了。上一次他怀疑我们是董卓探子的时候，宁愿放弃整间豆腐坊，也不能够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这回肯定是子龙。哎，姚四从京城飞鸽传书，说最近司徒王允跟董卓、吕布异常亲近，尤其是吕布，隔三差五的到王允府上。看来这个王允是死心塌地的跟着国贼了。我虽然没跟王允深交过，但却知道他绝对不是跟董卓、吕布一心的人。李校尉为何如此肯定？半年前，曹操孤身携带7星宝刀去刺杀董卓，从此生命鹊起。别人或许不知道，而我却清楚，这把7星宝刀真正主人就是司徒王允。原来如此。刀鞘上镶的7颗宝石是灵帝20年前所赐，而恰恰又是我送过去的，所以知道宝刀主人的没有几个，而我是其中之一。为了除掉国贼，舍得把宝刀相借，可见王允之心啊。但现在他跟董贼虚与委蛇，料想下面会有计划。我料想也是如此啊。在适当的时候，咱们得帮帮王允，让董贼更加信任他。如何帮？比如说，飞燕妹妹可比我想象中漂亮多了，怪不得柳慎和赵子龙天天念叨。他都说我什么了？哦，他俩整天夸你呢，尤其是那个赵子龙，他说你聪明能干，还温柔体贴，是贤妻良母的典范。谁要是娶了你啊，
那可真的是祖上几辈子烧了高香了呢。哇哇，真好看！妹妹的手真是巧啊。不过子龙不像是会夸我的人嘛，他们都说我什么坏话了？没，真没有，就是一个劲儿的夸你来着。青衣姐姐，你就告诉我吧，如果你喜欢这件坎肩，那我就送给你啊。真的啊，那可太谢谢了。哦，赵子龙啊，他不停的夸你，整天在我的耳边夸你这儿好，夸你那儿好。他确实说，谁要是娶了你呀，那可真是祖上几辈子积德了。哎，怎么柳慎这傻兄弟就有这福气呢？要不说傻人有傻福呢。我真是要谢谢他的费心和夸奖了。这是给你俩刚热好的，趁热喝吧。谢谢啦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！好吃你就多吃点吧。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口福，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，让人羡慕死了。换成任何一个男人，如果有你这么一个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好伙伴，长大后又是无话不谈的好，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？赵子龙是不是跟你说，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块长大、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啊？啊，是不是？青衣姑娘，他来了，你自己问他吧。赵子龙，你是不是跟青衣姑娘说，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、无话不说的好兄弟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给我，我还没吃饭呢，你喝什么喝啊？飞燕，有没有什么吃的？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放肆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今天竟然牵青衣姐姐的手，我这不是……以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不要进我们家厨房，听懂了吗？飞燕妹妹的话你没听清吗？她已经下了逐客令，请你出去，你还不走，非得撵才走啊！子龙，师叔找你。好。什么？师叔，你要去京城？说是把青钢剑和倚天剑送给司徒王允。正是如此。师叔，两柄护国神剑，就这么轻易的送过去，为什么呀？哎，这件事的缘由啊，一时半会儿还不是你们能够清楚的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好好待在真定，守好家就行了。师叔，
您和我爹曾经都跟我说过，子龙的后半生和这两柄剑大概是分不开了。好歹我也拼命护过这2把剑，这么轻易的把他送人，子龙心里难免会有些不舍。要不，我替您送过去，好歹一路上我也能多陪陪这2柄剑。子龙的话似乎有点道理，让你磨练一下也行，只是你的武功是否能够胜任啊？这2天，我跟3位前辈练功，感觉自己的功夫突飞猛进。子龙相信，一定能够胜任。你有此胆气是好事，但是否真的能够胜任，恐怕还得一试。师叔，听您的，怎么使？好，明天你跟林月他们3个前辈分别过招，只要你不至于败给他们，我就让你去京城。您让我和3位前辈过招？对啊，你怕赢不了？子龙的确是担心，不过子龙有信心。他们3位明天一定不会让你，因为他们只要放水，将来只会害了你。这把剑叫青钢剑，和你师叔身上那把倚天剑是咱们大汉的一对神器。姐姐，带着青钢剑，快走！子龙，你把青钢剑交给我，这并不意味着你使命的终结。正如你父亲临终所言，你此生大概跟这2柄剑是分不开了。子龙，反应够快的。林师傅，不必多言。李校尉已经跟我说过，去洛阳之路并非一路平坦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来吧。单刀看手。双刀看肘。
子龙，你以地利之势束缚住我双刀，以己之长攻我之短，有智慧。去吧，你吕师叔在下面一关等着你呢。师傅，承让。洛阳城就在前面了，我们也快到家了。铩羽而归，有家难回啊！或许迎接咱们的直接就是监牢，是祸躲不过。走吧，撤！去！撤！你们什么人？温侯。能接我3招的人不多，你居然还接了5招，好，手气不错。来人呐，绑了，动！温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次去常山郡劳而无功，太师很是生气。如果你不接我3招的话，那可真是不堪大用，我也不便替你求情。幸亏末将接了温侯5招，莫非温侯要放开我？先绑着吧，带走。走，走。枪法好坏，这里面有阴虎的招数。走。
吕叔，抱歉了。好，枪法怪招频出啊，不拘一格，有魄力。快去下一关吧。哦，哦，真是反了他们了！这帮诸侯不念恩德，竟然全起反太师。就是，尤其冀州莫寒父、常山郡守夏侯杰，均是太师封的。这帮贼子真是忘恩负义。我本来以为他们就是虚张声势，没想到袁绍、曹操竟然纠集了30多万贼众。这几天后，他们就会盟了。咱们当初真是小瞧他们了。即使现在，老夫也不会高看他们。18路诸侯，一帮乌合之众而已。义父说的是，那就让我带着兵去剿灭他们。杀鸡焉用宰牛刀？华雄愿替温侯杀头阵。将军所言极是，徐荣愿随华雄将军一同出战。让华雄、徐荣先去会会这帮贼子也好。华雄、徐荣，命你俩提兵10万，2天之后泗水关拒敌。得令，得令。华雄、徐荣2位将军勇武，自不必说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配援有谋略的副将更加妥当。温侯所言极是，但派谁去呢？高泽的武功尚可，而且懂得谋略兵法，他可为华雄将军的副将。高泽这次损兵折将，老夫还没有处置他，怎么还能委以重任呢？高泽在常山郡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，他先后用计比青钢剑、倚天剑一一现身。如果没有各种意外，他早已将2柄护国神器收入囊中。其二，他的岳父夏侯杰背叛义父，而他却拼命逃回，甘愿领受义父的责罚，此忠心可嘉呀。义父，此时正是用人之际，还望从宽惩处。好，就让高泽随华雄2天后泗水关拒敌。子龙，你以地利赢了凌月，以怪招赢了吕师叔，我看你要以什么方法跟我打？
子龙，你赢了。看来你的武功真的有所长进啊！师叔，灵不院长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小子学的还挺快呀！好，打得好。子龙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斗勇又斗智，总算过关了。你去京城吧。是，师叔。刘深，把两柄神剑给子龙。是，师叔。为了避免麻烦，你不用回去跟晴儿还有飞燕打招呼，直接走即可。师叔还有一句话，你一定要谨记：见到王允之后，你就直接自报家门，就说你是赵安之子。如果王允对你热情招待，你扭头就走；如果他对你不冷不热，你就在他府上稍作停留。如果他要杀你，你就把这两柄护国神器直接奉上。切记，切记！不对呀，师叔，你说反了吧？他们要杀子龙，子龙应该跑才对啊，怎么能把两柄护国神器直接奉上呢？你们师叔说的丝毫不差，切记，切记。赵子龙要带着两柄剑去京城吗？我也想去。那我也去。唉，师叔呢，就怕你们啰里啰嗦的，一时半会儿走不了，所以他早上就让子龙悄悄的走了。这小子溜得倒快。这段时间，据我的观察，子龙的悟性和韧性都是极其难得的，是该让他走出长山，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。他的武功倒是增长的挺快，只是还不知道江湖险恶，让他磨练一下吧。来。嘿，客官，里面请。来，这边请。小二，稍晚一点，过去结账。稍晚一点。谁？放开我！想怎么样？谁呀？放开我！我的剑呢？你想怎么样？说呀！
你是谁？放开我！你，本想在这儿睡会儿觉，结果有个疯子不停的叫，真是叫的比狼还难听。你要干什么？别骂！要是再骂，我就把两柄剑都扔到山里，让你找上个1年半载。哎，我到底怎么着你了？你要这么害我？啊？方才躺着背都疼了，快过来帮我捶一捶。你，哎，剑不想要了是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你出门的时候，你师叔对你千叮咛万嘱咐，他说江湖险恶，切记几条。到了陌生的地方，一定要先观察四周的环境，看看周围是否有可疑人物。饮食前先确认是否有毒。遇到变故时，不要自乱阵脚，冷静处置。你说你遵守哪一条了？行了，把你吊在树上半个时辰，就算是代你师叔对你的惩罚吧。当然了，你溜往京城也不知会我一声，得让你吃点苦头。子龙，师叔，周大哥。子龙，你第一次出远门，我很不放心。你这才刚刚出了常山郡，就栽这么大的跟头。要不是青衣姑娘捉弄你，换上别人，你早就没命了。子龙惭愧。子龙，江湖险恶，这才刚刚开始。青衣姑娘跟着子龙，是否妥当？青衣姑娘虽然刁蛮，但机敏过人，在关键时刻可以帮到子龙。再说了，一物降一物，有她时不时敲打子龙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这。哎，亲，有家客栈。哎，两位客官，您是住店的吧？对。好好，来来来，哎，两位请啊。哎。你流氓，占我便宜！
这。哎，看看啦，随便看看。哎，货真价实啊！去，鸡，小心！闪开！闪开！让开！快闪开！闪开！这些兵为何如此蛮横？牢笼里是什么人？这些兵都是董卓府上的，凶残无比，经常在京城里为非作歹。至于在囚笼里的，他们声称是俘虏，其实是城外随便抓来的老百姓，谎称是俘虏。那为什么要关起来呢？听他们说，董卓府上养了好几条恶狼，他的手下天天把这些人当活食喂给那些狼，凶残无比啊！子龙，我们赶紧去找王远吧。七，有一件事，我一定要做。子龙，临走时，你师叔再三叮嘱，他说你现在的江湖经验少之又少，这次我们只是送剑，什么事情也不要管。你怎么全忘了？我没有忘，可那些村民被恶狼活活的咬死，这个我不能容忍。更何况董卓是害死我父母的凶手，天下大乱的源头，于公于私，我一定要会会他。早就知道，在这些事情上是根本劝不住你的。但是，我答应了李全叔要把你看好的。那我也只能跟着豁出去了。没想到青衣姑娘也有知书达理、贤惠的时候。你找打是吧？哎呦，好，哎呀，是啊，啊，是啊，这块儿啊，你看啊，是，啊，好人又漂亮，不错。哎，你看，好啊，哟，去，让开！哎，这，让开！爷，您请。好，那个人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大派头？这是个恶霸呀！那个姑娘让他给遇上了，难逃一劫呀！他敢强抢民女？何止强抢民女，就是王公大臣的女儿被他给看上了，也难逃一劫呀！这是董太师的亲侄子董皇甫，楚楚动人，我见犹怜，还是爷们有味道。那公子，您的意思是？这还用我说吗？明白。小姑娘，恭喜你啊，运气可真好，我们家公子看上你了。跟我走吧。客官，都不可让！客官，腰啊，我的腰啊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强抢民女，你还有没有王法呀？王法自然有，只是这王法到了太师府，它就没那么灵了。如果你识相的话，你给我滚开！放开！你花这个，松手！我们走，住手！他就气这个，这怎么是嘛？就是别说，少爷，
懂不懂规矩呀？懂不懂？对待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能如此粗鲁呢？是。姑娘没事吧？啊？你客气。那走啊！让不让吃杯茶嘛？啊！你这好东西，知道我们家公子是谁吗？就是我们家公子，那可是当朝董太师的亲侄子。太师不太师的，我们不稀罕。你放过我们吧！啊！你识相了，子啊！走！少爷，什么人啊？把名字的好人全让你给毁了！给我打！哎，不是啊！哥呀！我的！好，好你个宰人的你！我那当朝董太师的亲侄儿，我的事你也敢管？我要杀了你娘，杀了你爹，杀了你全家！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饶我这一回吧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磕头了！听着，可以饶你不死，但你要听我的。听，说什么都听，什么都听。三公子来了。昨天太师还念叨您呢。哟，您这脸怎么了？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我去，喝多了摔了一跤。瞎问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属下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三公子，你这大晚上过来是要见太师吧？对，是要见太师。不过见太师之前有件事你先给我办了去。什么事儿啊？铁甲兵不是抓了几个俘虏吗？这帮人眼睛是不是瞎了啊？里边有一个故交的外甥，你现在赶紧去把人给我放了。这人都押进内府了，我说了也不算呀。他娘的，这件事还让我亲自去找太师吗？我这去找了太师，你这个脑子去搬家你！属下立即去办。三公子，您先请。宝刀啊！曹操刺杀太师不成，倒让太师得此宝刀啊！此刀固然锋利无比，但仍然是人间之物，不像倚天剑，曾经斩下过莽精的头颅，早已成了神器。而青钢剑，传闻又是神人赠给刘秀的。这两把神器，老夫拿不到，实在是不甘心呐！哈哈哈，只能用这把七星宝刀聊以慰藉喽。等打败了诸侯盟军后，再派人去常山郡寻剑。英雄，你看啊，答应的事儿我也都做了，你的人也已经放了，
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也放了啊？现在还不能放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我要砍了那狗贼董卓的人头，为我爹娘报仇。你要杀太师？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戴东对我恩同父子，我可不能。少废话，信不信？现在就杀了你！行，走！哎呀，走！快走！有刺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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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师，要不先躲一下？老夫征战几十年，遇到刺客无数，我都要看看什么人这么大胆。哎，这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太师，何不趁此让温侯试刀呢？好。